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九月风台无人知。通常咱会引用一寡报头来判断风台敢是要到啊。大部分的风台要来进前，拢会起报头，互咱知影。不过自旧历9月以后的风台，因为风向开始转变做九降风，渐渐地影响台湾的天气。地势风台要来进前，报头变甲无遐尔明显，互咱对风台真歹去暗算，所摆才有9月风台无人知的讲法。这时阵的风台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若甲九降风产生强盘效应，所带来的雨水会相当惊人，真有可能会造成灾害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